大家好，我係偉仔。嚟咗英國之後呢，睇花就係其中一大嘅活動。咁呢，櫻花季呢就啱啱過咗啦。咁今日呢就同大家去睇另一種花，就係鬱金香。鬱金香係咪淨係得荷蘭先有呢？非也。咁今日呢就同大家介紹喺英國中部嘅一個地方。咁開始之前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咁咧，佢係一個期間限定，淨係春天先至有嘅鬱金香花園嚟嘅，6、5月左右。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咧，就記得嚟啦。尤其是住中部嘅朋友，伯明翰或者 Coventry 搭車過嚟咧，或者揸車過嚟咧，都大概係唔需要1個鐘嘅車程，非常之方便。大家一齊跟住我行下啦。鬱金香咧就有好多種唔同嘅顏色嘅，唔知大家最中意邊一款咧？有啲老土隻手係咪啊？唔會啊！係啊，你最啱乜嘢花咧？心情非常之好，雖然今日咧可能陰天，但係咧亦都無損咗顏色鮮豔嘅鬱金香，大家好好欣賞下。大家自己有冇最中意嘅鬱金香顏色咧？非常之勁啊！呢度。呢一個鬱金香園靚到飛起啊！拜拜。除咗睇花之外，你亦都可以選購鬱金香埋返屋企。英國人都好中意圍裙啊嚇，唔同主題、唔同地方都會出好多圍裙嘅紀念物。你呢度咧，佢連荷蘭嘅木鞋都有啊，不過我嘅 size，我就着住134號碼先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，唔知住中部嘅朋友仔會唔會嚟呢度睇鬱金香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。最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